同大家科普下日本到底點樣過呢啲電車嘅呢啲路口，呢啲咁嘅鐵路閘口咧喺日本咧真係多不勝數。一般我哋常見咧就係呢啲抬桿式嘅，咁電車嚟前大概20秒鐘咧佢就會響，響完之後大概過幾秒咧個桿就會落嚟嘅啦。大家嚟日本一定要注意下，咁如果萬一你入咗去個桿又落咗嚟咧，直接跨過去又好，捐過去又好，都唔好停留喺入邊嚇，因為真係好危險嘅。電車一過嚟速度係好快，佢係嚟唔切剎車嘅，所以大家喺日本咧路過呢啲咁嘅鐵路口咧一定要注意嚇。第一個唔好玩手機，第二個快速通行嚇，千祈唔好停留喺入邊。準備有電車過嚟啦，咁呢度咧差唔多就會響起噶啦。一響嘅話咧，大家就唔好通過啦，因為咧真係實在太危險啦。一般咧我都建議大家喺度等候，響大概5秒鐘之後咧佢就會降低噶啦。呢個時候如果你仲喺入邊嘅話咧，即刻跨過嚟又好，捐過嚟又好，千祈唔好逗留喺入邊啊。OK， 電車過嚟啦，見唔見到？呢個就係日本電車過路口一定要注意嘅一個情況啊！聽到呢個消息咧，其實都覺得好震驚，亦都好惋惜。兩個中國遊客，兩個女仔20幾歲咁後生過嚟日本旅遊，結果就喺呢度遇到意外。大家喺網上都唔好責怪嗰兩個女仔，我見有啲網友仲喺度鬧佢哋，其實係日本呢個鐵道神戶呢個山陽線嘅鐵道一個問題，好明顯嘅。佢兩個女仔以為過咗去鐵路啦，喺度等紅綠燈，其實仲喺入邊嘅。過咗鐵路之後咧，有個斜坡啊，咁啊誤以為咧喺度等紅綠燈，就冇過嗰個黃色嘅鐵閘，企咗喺入邊，唔知道電車嚟到都唔知。問題就在於鐵道方嘅設計嚇，因為睇翻歷史記錄咧，嗰個鐵道口咧09年以嚟咧有4單咁嘅交通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嘅，所以呢個鐵道口真係好大問題。OK 啦，今日嘅科普到呢度啦，咁希望大家嚟旅遊開開心心，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啊嚇。咁呢兩個中國嘅姐姐仔真係好本色，弟姐安息啦，家屬都自我順便嚇。大家嚟日本旅遊一定要注意電車鐵道過行嘅時候嘅注意嘅安全啊。我係阿浩，咁多謝大家支持啊，係咁先，拜拜。